罗西亚阁宣布占领乌克兰东部的2大城市，外界认为是挑工要予西方国家压力来增加谈判优势。台北一个清洁队员甲民众拼掉的电锅送互扣回收的负责人，法院甲依照贪污罪嫌判刑3个月，假罪2年。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换来看洪都拉斯的总统大选，目前摕到上侪票的2位候选人，拢是反对党的代表，立场嘛拢较换咱台湾。不过因的票数是敢若差500外票，非常瓦近。外国媒体就分析讲，这结果可能过几个礼拜才会知影。拉丁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总统大选面临几个礼拜无确定局势，因为计票系统出现技术甲稳定性的问题。保守派候选人阿斯夫拉甲另外一位亲台候选人纳斯拉亚目前平保盘。国际媒体报道阿斯夫拉微幅领先，纳斯拉亚公开质疑初步结果的公正性。Todo el pueblo hondureño, el CNE que termine de hacer su trabajo. En este momento hacen falta muchos. O sea, entendamos que el resultado que dio el CNE es un resultado manipulado por el Partido Libre. De hecho, el primero que se fue a sentar a la mesa fue el representante del partido que dijo que no iba a aceptar el TREP. 面对目前总统选举结果烧伫不下，选民表达对改变的愿望。Muchos delincuentes aquí. Y para que ya no anden saqueando las arcas, ¿me entiendes? 今年67岁的阿斯夫拉捌做德古西加巴市长，佢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72岁的纳斯拉亚洪认为是亲台候选人，伊捌表示若当选要甲台湾恢复邦交。伊嘛批评洪都拉斯甲中国建立全面关系，佮有过去甲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对本国的产业，尤其是虾的出口不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听证协议拢还未超好势，罗西亚阁宣布占领乌克兰东部的2大城市，甚至发布伫红军城挂国旗的影片内底。这部分乌克兰是还未承认，不过讲到罗西亚控制的这2个城市，对乌克兰来讲拢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这红军城这个所在，毋但是瓦近乌东前线的战区，而且伊阁有连接运送军备佮物资的铁公路，会当讲是乌克兰的补给中心，嘛是重要防线。即马罗西亚甲占去了后，会当讲是愈方便为东部来拍入去，对乌克兰来讲是较不利的。也罗西亚选伫咧美国要派人来讨论停战协议的即个时间，有安尼动作，就互外界认为讲，伊是挑工要互西方国家压力来增加谈判优势。赶伫美国罗欧谈判特赛，为科夫去罗西亚展开美罗高层会谈的前一天，罗国官方公布一段影片，讲罗西亚军队已经伫乌克兰后勤中心顿内茨克的波克罗夫斯克插旗，外界解读罗西亚选伫这个时间点公布影片，是故意展现军事的优势，通增加谈判条件。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佫讲，罗西亚总统普廷是测试会所，军方甲伊汇报，除了波克罗夫斯克，佫占领哈尔科夫的沃夫昌斯克，不过乌克兰的官员还未承认这2座城镇已经落入陆军的手头。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克兰的钢铁大城，嘛是顿内茨克重要的公路甲铁路交通中心，这个位置真好，即马煞差不多去互陆军包围，而且大部分的百姓早就都离开这。为地理位置的战略地位来看，那陆军占领这个城市，就等于是拍开攻击顿内茨克其他城市的大门，互罗西亚更较有可能往乌克兰的中部拍入。Losing Pokrovsk, it is an important city. It's important for kind of operational reasons. But as long as Slavyansk Kramatorsk is still in Ukraine's hands, it's still quite a ways for Russia to capture all Donetsk region. 这个时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地法国访问，国家法国总统马克宏会谈，希望欧洲会当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因为乌克兰甲法国伫顶个月宣布签署意向书，互支付伫未来10年内会当得到上济100台法国製的标风战机，加强防御能力。泽伦斯基嘛趁機會訪問標風製造商特斯公司的新工廠。Питання гарантій безпеки, що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Конкретика від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конкретика від Європи. On parle de paix, chacun a son rôle à jouer. La Russie d'arrêter l'agression.
Elle n'a donné aucun signal, aucune preuve en ce sens. L'Ukraine est la seule qui peut discuter de territoire. 为2021年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罗西亚将近3000亿欧元的境外资产，因为互新国家制裁冻结。马克宏表示，欧元计划把这笔资金转做支持乌克兰。另外，除了法国、泽伦斯基嘛甲英国、德国、意大利甲波兰等10外个欧洲元首通话。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即阵啊，美国因为讲要打击毒品，是一直对委内瑞拉施加压力。即马佫传出川普要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要伫咧1礼拜内家己出境，若无美国就会加强制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伫总统府外举行集会，伊亲身出面对支持者宣布，绝对效忠委内瑞拉人民，嘛强调委内瑞拉经过22礼拜的侵略，根本就是心理恐怖主义。马杜罗会有这么大动作，是因为除了伊和美国总统川普两个人伫媒体顶悬公开对话以外，后壁还有一条关键的热线。路透社真侪消息人士指出，川普伫11月2日和马杜罗通话时阵，提出一项最后的提案，限伊1礼拜内接受离境安排，前往第三国流亡来换取美方撤销部分指控甲制裁。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市中心会当看到红拍拍的人山人海，执政党号召支持者出门保卫总统，配合马杜罗徛上舞台，摕千里镜看向人群的手，唱无爱战争爱和平的歌曲来跳舞，强调家己毋是问题的核心，而且是代表一个愿意捍卫国家的人民。伊一再保证家己对过身的前总统查韦兹就抓会用一生的代价，保持对革命甲人民绝对忠诚，绝对袂伫压力下退让。Con el presidente Maduro, donde nosotros, la fuerza trabajadora, se aboca.al llamado que hace la patria, al desarrollo de la patria como fuerza que hacemos para hacer respetar nuestra soberanía. 同一时间，美军伫加勒比海附近的存在感嘛愈来愈强。美军的战机和运输机伫波多黎各罗斯福路的基地起降。配合进前已经部署的航艦甲军艦，对委内瑞拉外围的高压军事态势，川普进前宣布，委内瑞拉上空应该看作是完全关闭的空袭。虽然对着是毋是动武，伊回应卖过度解释，但是不断累积的军事甲制裁毒枭的名义，互外界忧心，万一谈判失败，最后通牒可能会变作是更较直接的军事冲突。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镜头转来到咱国内，国内标出非洲地这喷水处理是引起讨论。中央宣布，为后年开始要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伫咧苗栗，就有猪农开5000万打造猪喷的中心。伊听到这个消息了后，脚尾拢冷去啊，就希望政府会当提出配套。共款面粉倒入去蜡槽，经过90度高温甲煮，落尾会变做石化液态饲料。但是另外一边煮喷的设备雪干会当放伫遐。农业部宣布讲，后年开始，研究禁用喷来饲猪有1年的转型宽限期。伫苗栗通宵开5000万，打造全国唯一一个合法喷供煮中心的猪农刘家顺深受够疼。之后再进入到槽体。构造的液态饲料桶，逐组是关闭工厂，提供煮过的喷伫遮放互冷含收藏。但即马干那会当等伫空地，刘家顺家己考试家己，是去高龄第一摆受害的，对政策的变化感觉真委屈，因为喷气化的问题无解决，希望政府有配套措施，互循环经济理念会当延续。我是海啸第一排，当然是会有委屈的。希望政府如果能够重视我们这种共同珍珠厂，未来能够导向以辅导我们去做，把它做成一个饲料化，能够让它可以利用起来，做成一个循环经济零废弃，这样是对我们是最有帮助的。对禁用喷来饲猪，新北市政府表示讲，会全力配合中央的政策。台中市政府原定明年10月全面禁用喷来饲猪，和中央宣布的宽限期搁差2个月，即摆的建议和全国公布，互猪农和喷的处理业有法度依循。中央地方是要共同携手合作，来防止非洲猪瘟再度发生，所以新北市一定配合中央，
在厨余的转型过程当中全力的防范。对于中央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是乐观其成的。那台中市政府基本方向会一致。不过，同市政府质疑讲，金融政策对地方的冲击真大，李董希望讲会当继续使用喷来饲猪，各县市处理喷气化量能无同款，应该有更较完整的转型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环保局进前有一个清洁队员，甲民众无爱电锅摕去转送予一个扣资源回收的负责人，结果互依照贪污罪嫌起诉，引起议论。专案经过审理了后，合议庭甲减刑4届，今仔日甲判刑3个月，假罪2年，阁有褫夺公权1年。出电的清洁队员是甲回收的电锅炸走，转送予扣本所的负责人，仿照贪污罪嫌起诉。这案经过法院的审理，合议庭4摆减刑，涉及照贪污的侵占职务上持有的非公用私有财物罪，一审判刑3个月，假罪2年，褫夺公权1年。我真的是好心的。之后还会，比如说看到，就是还是会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子。会啊。下当这一摆减刑的关键是包括符合的犯罪了后自首，侦查内面自备侵占的财物价值干那32.56块，属情节较轻，含刑法59条增添民事的减刑规定。被告应忠实执行该职务内容，所为呢实非可取。那考量被告犯罪后坦诚犯行，衡佐他的相关的犯罪动机，量处被告有期徒刑3个月，那可以缓刑。涉案的这个姓的清洁员虽然讲得到假罪，但是互褫夺公权，伊伫台北市环保局的工作未来敢有法度继续做？他的心情有比较低落，因为他就是比较担心他会不会因为这样没工作。有转达，就是我们这边会朝着就是尽量不要影响他的工作权来努力。那专案是引起讨论，这种细条钱的涉贪案件嘛引发关注。亲像进前着军华风部少将前参谋长韩武平，刚摕2880块的加菜金去用，交代下骹人下面的家属，中方判4年半落尾得到特赦。即马法务部已经提出修法，面对细条钱贪污的案件，只要符合要件，增加法官的减刑空间，甚至会当免刑。这一次的修法有包含说，可能也可以让检方有不起诉或缓起诉的空间吗？这个罪本身是不符合我们缓起诉期的所谓的轻罪，所以即使这样子修，检察官还是没有办法做缓起诉。那这部分也是一个可以研议的方向。光是用小额这件事情来定位这个修法，我觉得就有点危险啦。不要说只有小额，然后它其中还牵涉到就是危害，还有恶性，还有它是不是为自己或他人的私利。相关的修正草案已经伫行政院审查，但是法务部强调讲，这摆修法的内容并无去修改检方起诉裁量权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洪福湾大楼发生严重的火灾，调查发现讲，事当时就是因为这警报器故障，才会拖慢住户走出去的时间。另外，严格防护网嘛，互人查出用属价产品，才会影响防火的效果。香港特首李家超就宣布要成立独立委员会来全面追究相关的责任。香港特首李家超初二召开记者会，针对洪福湾大火事件宣示彻底调查改革。Therefore, while criminal and fire investigations are proceeding continuously, I will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committee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view to reform the building work system and prevent similar tragedies from occurring in the future. 李家超讲，独立委员会会由一个法官主持，检视导火甲快速断开的原因，也会全面改革关楼、消防甲建筑翻新系统，防止招标、用料、安检每一个全面系统性的漏洞。另外宣布，初7立法会选举如期举行，方便推扫大火了后的相关改革。洪福湾一寡住户伫投讲，火灾发生的时阵，警报器完全无响，网络顶原有流传防建告内部监视画面，显示有查甫住户伫饲警铃。甚至用镇定的物件伫卡，警铃一直拢未响，搁再引起众人的生气。消防检查初步发现有8栋大楼的警铃无法度正常运作，系统虽然无关，毋过却未当出声，会对承包商采取法律行动。若是维修工程原来互人亚讲有不法内幕，廉政公署初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大楼外壁包低价的青色防护网，今年7月因为风台受损，包商就去买上述，毋过无下防火标准的防护网替换。
搁另外买合格的防护网，装入凯，互人客早加楼站来抹片。地师在后第一时间调查结果合格，后续查验所有躯壳样本，才发现女官楼合格率愈低。廉政公署批评因这个行为可耻。目前防护院的大火已经有13人因为涉嫌误杀去予警方逮捕，另外有12个人牵涉到贪腐去予廉政公署逮捕。初二登外媒询问李家超是安怎发生这么重大火警，特首也毋免落台，嘛关心相关的学生囡仔互人掠去的问题。李家超表示，各国拢会有火灾，强硬表示无容允有人趁机会要制造动乱。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澳洲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为12月初10开始，袂使阁使用社群平台。即阵就有2个15岁青少年徛出来，对政府提起诉讼，认为这项禁令限制青少年的言论自由，无符合宪法的规定。在伫册桌仔的头前，15岁的澳洲的青少年琼斯当地认真写数学作业，有当时阁会看和数学有关系的解说影片。澳洲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群媒体禁令，包括禁止 YouTube、Meta 旗下 Instagram、TikTok 和 Snap 旗下 Snapchat 等平台，会对12月初10开始生效。暗算会有超过100万人的社会会封台掉。但是琼斯认为讲这项禁令是损害青少年的宪法权利，嘛剥夺青少年发声的管道。伊和另外一个少年奈兰德对政府提起宪法诉讼。I believe that as a young Australian, we as a whole will have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taken away from us, and we will also be invisible with this ban. We won't be able to share our views or opinions, and we won't be able to hear others' views and opinions, political or just about anything. 琼斯认为，社群媒体是青少年维持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就敢若现代的公共广场，会当接受到多元化的观点和意见。政府应该甲重点放伫消除社群媒体有害的因素，亲像网络的霸凌和网络的抢劫性行为。这种敢若针对青少年的禁令，毋但是无公平，嘛是会当互人凊彩就看到对身心有害的发文和影片。Some chats about how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around it, and I know a lot of my friends are going to get around it, and I feel that actually puts kids in a more dangerous situation, because when kids do things in secret, that's when things can be really harmful. 这项禁令的社会影响力是真大，社群媒体使用权的不平等，有可能会让青少年伫共辈群体内面的沟通出现问题。琼斯认为讲，引导囡仔使用网络应该是父母的责任，毋是政府的责任。除了青少年的诉讼，澳洲媒体嘛报道，影音平台 YouTube 嘛暗算会提告澳洲政府。就算是安尼，包括欧洲议会、丹麦、法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拢在考虑对咧做这种禁令。欧洲议会伫11月27日通过决议，限定使用社群媒体的年岁必须要满16岁，13到16岁是需要家长或是监护人的同意，13岁以下是完全禁用。不过，这个决议无法律的效力。马来西亚青少年社群媒体禁令是按算2026年来实施。公司新闻单期同编译。过来看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款苏格兰斑鸟，因为生产地减少，互人误杀等等的原因，即卖野生的是敢若剩115只左右，真足强要断种的动物。不过即卖有研究团队发现讲，伫咧英格兰的西南部有适合因生活的所在，所以目前嘛正咧规划要做复育的地点。苏格兰斑鸟也号做欧洲野鸟，一个看落甲好斑鸟是真相像，毋过斑鸟的身材有较大，尾仔也较胖，也有一对看起来真有精神的目睭。苏格兰斑鸟捌伫英国各地，毋过几个世纪以来，互人当作是流浪鸟仔甲误杀去。甲一般鸟仔若透种，也有可能甲疾病传互斑鸟，佮加上生产地老失去等等的因素，互纯种的斑鸟数量愈来愈少。目前，敢若苏格兰关地，佮有一阵真少的族群，加做是英国咧买断种的正年的动物。上新的调查发现，若准备复育斑鸟，英格兰西南部上适合。We know that woodland is really important, but also so is the sort of associated habitat like grasslands and hedgerows, because that's where they're going to find their prey. Actually, we feel that, they could do really well here. 研究报告显示，70%到80%的英格兰西南部居民对斑鸟要伫遮生活甲探种是真欢迎。毋过，也有一寡居民烦恼会对其他野生动物造成影响。毋过，研究人员解说，斑鸟袂对密保也是困气等等的物种造成威胁，甚至也有可能控制外来种扑刺的数量，平衡现有的生态系统。伫这进前，规个研究团队也去到印度考察，和因对保育有无共款的想法。Obviously, they've got tigers who can have quite an impact on people. They've also got lots of
they've got small cats as well. And actually their tiger population has doubled in the last 10 years in India, in a country that is very, very populated. So if they can make space for tigers, surely we can make some space for a few cats. 目前斑鸟的数量大概敢若115只，不过斑鸟保育的计划嘛有一寡顾虑，亲像甲一般鸟透种的风险等等。负责人讲，英国本来就是斑鸟的厝，希望会当赶紧甲社区有共识，而且摕到够价的资金，互这项保育计划会当量早执行。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科学家为一只4万年前细只长毛象的危害顶悬发现讲，到目前为止上古老的 RNA。这项发现让科学家会当更加了解古早时代生物佮有病毒的状况。2019年困4万年遮久的细只长毛象尤卡，伫西伯利亚永冻土内互人发现，伊保存了真完整，身躯四肢部分头骨甲真厚的头毛拢伫哩。科学家经过10多年实验室解码。为伊的皮肤甲筋肉组织内成功分离个定数血糖血栓 RNA， 成做世界上老的 RNA 记录。The RNA tells us that the DNA can't tell us is it gives us a snapshot of which genes were active and turned on in the cell at that given moment in life, close to death of this individual. 科学家为 RNA 留来记录，发现尤卡未死进前筋肉末激烈缩延，能量调节系统全力运作，显示细胞经历强大压力，这甲伊身躯正深的成分符合，可能要去互洞穴鳃这种的动物攻击。不过实际死亡原因可能是冲突了后肌肉甲压力反应。They find plague even in bones and teeth of ancient individuals. So maybe it's possible to do this for RNA viruses too in the future. We might be able to discover the kind of pandemics from caused by ancient RNA viruses, such as bird flu, in these samples. And maybe we can even get these ancient RNAs from sediment samples from lake bottoms. And in that case, it would open up a completely new avenue to study ancient viruses. 科学家指出，世界各地博物馆馆藏用打碎不是冷冻的标本甲动物的皮毛，也有可能会当用同款的方式来提取 RNA， 像讲为几落百年前所保存的密薄地龙因的皮毛来找冠状病毒分子等等。一定无偌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真侪趣味的研究成果发表。公司新闻施维中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